女人打开香粉，引诱一只大黑猫成为作案的工具。接着，她将香粉撒到地上，指引着黑猫前进。贵人赏花赏久了，妆都花了吗？而富察拿出皇上御赐的香粉，还故意在众人的面前特意显摆。黑猫闻到味道，就像找到女友一样兴奋，一脚油门就冲着富察贵人的腹部撞去。而慌乱之际，不知是谁推了一下甄嬛。然而接下来太医的诊断又惊又喜，不幸的是富察贵人已经确诊流产。不过开心的是甄嬛怀孕喜提龙嗣，太医的话让太后重新振作起来。没想到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，为了保证甄嬛能顺利诞下龙子，太后特意叫来了皇后喝茶聊天。她知道皇后可是后宫的打胎队长。紧接着宫女把黑猫抱了进来。富察贵人一个人能使得多少香粉飞到一个畜生身上去？你们就当哀家瞎了。显然太后已经猜到主谋是谁，没错，就是皇后暗示玲珑毁掉了富察的孩子。虽然皇后否认，但太后表示不再追究。她知道一旦深究必会发生连锁反应，因此太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皇后，到目前为止皇上的血脉少得可怜，而龙嗣关乎着皇室繁衍和江山社稷，皇宫绝不能再发生流产的事件，并要求皇后保证甄嬛母子的安全。与此同时，绝望的华妃从来没有这般消极过，她嫁给皇上多年居然毫无收获，反而她最痛恨的甄嬛却在此刻怀了孕。人人都能生，为什么就本宫生不了？突然宫女想到大将军的府中还有一个号称妇科圣手的神医，因此她劝华妃宣神医进宫诊治。3天后，神医告诉华妃身体健康，并没有不孕不育的症状。太医的话让华妃喜出望外。时机要紧，人为也不能少，帮本宫配些上好的做胎药来。是。然而太医临走时，公公特意叫住她，说是太后的贴身宫女浑身不舒服。而宫女很奇葩，她说痔疮发作，希望神医能给个痛快。可神医经过把脉，没有查出任何问题。如果一个人没病，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，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。相反，有一个人明明有病，却没人敢说，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，说出来了，会怎么样呢？原来太后和皇上一直在防着华妃。听到这里，神医吓出一身冷汗。而太后和皇上之所以防着华妃，皆因年羹尧手握重兵，又权倾朝野，一旦华妃有了孩子，肯定出现外戚专权的情况。于是神医明明知道华妃不可能生育，还要装作不知情，继续骗华妃调理身体。而全然不知的华妃却做着白日梦。就在这时，皇后的心腹急忙找到华妃，说皇宫发生瘟疫，同时皇后染上了病毒，所以处理此事的重担落在华妃的身上。其实华妃不知道这又是皇后的算计，因为皇后了解华妃只要得到权力，她肯定会对甄嬛相关的人打击报复。果然华妃没有让皇后失望，她立刻派人将带有病毒的茶具送给正在冷宫服刑的沈眉庄。显然皇后这是借华妃的手除掉她。很快眉庄染上病毒躺在了床上，如果不及时救治，随时会去地府签到。而甄嬛得知消息，立刻去求见皇上。可皇上和大臣研究如何防控疫情，根本没有时间给甄嬛见面的机会。突然甄嬛想到一个人，或许能有办法救她的梅姐姐。臣妾始终不相信沈大爷会为了争宠而假人，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，终于不负辛苦，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。